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乐呢个节目，家下看到个短片是，你客家天时礼拜4月29/6，暗晡到9点推出个天时天然，你讲淡烟客，佢系坚固嘅模仿坊。绿金龟的模仿犯，今日分享你点解投燃佢系呢个钟佑霖，欢迎导演。大家好，我是绿金龟的模仿犯的导演钟佑霖。耶，欢迎导演！你知道导演今天来上节目之后，大家说啊，他是导演，怎么那么年轻？我说对，所以算是看起来很年轻，实际上也很年轻的导演这样。实际上很年轻，心灵不知道。其实我们导演有点害羞，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导演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哈黑讲回六 Q， 其实也是讲海陆腔。对，但是因为没有机会讲，对不对？对，从小在城市长大，所以家人比较少跟我讲。对，但你也没有想过你会拍一部用客语发音的戏吧？对，电视电影，我没想过，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缘分了。对啊。而且导演很可爱哦，因为问基讲该第不读的激动，你也会讲哈，要多少人来讲客语？他说要客家元宇宙，是不是？客语元宇宙，客语宇宙。对，所以这部戏里面基本上是100%，几乎可以说是全客语这样。全部客语。对，我觉得真的好特别哦，因为我很少遇到一个年轻的导演在拍戏改戏，就建起讲哇，我整部都要讲客语这样。他说，因为我要客家元宇宙这样，所以就诞生了这一部《绿金龟的模仿犯》。说真的，这个海报看起来就很有他的风格。然后“绿金龟的模仿犯”这几个字，也让大家好有想象。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大家简单来说一下这部单元剧讲些什么故事？好啊，绿金龟的模仿犯，他是在讲一个绿金龟，孤独的绿金龟，他因缘际会闯入了到一间公寓里面，然后透过他的角度来观察这些公寓里的住户，然后去发觉说，他会去模仿他们，或是去观察他们，然后才发现说人的一些私欲也好，或是一些执着也好，然后怎么样跟人产生误解，或是被人误解的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对。所以你看听起来很哲学，对不对？对，他是透过绿金龟的视角去看到，等于是现在的人每一个人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对不对？对。我自己也是很紧张要诠释这一段话。不过刚刚导演有讲模仿，所以他这边有讲到模仿犯，所以这里的模仿犯跟一般我们理解的模仿犯其实不一样。对，是。这我要解释一下。首先，这个是高一峰老师的短篇小说，他的原著就叫做《绿金龟的模仿犯》。那我们这个改编的剧本，我们也觉得很适合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这里面的模仿犯，这个犯他借由模仿的人，然后产生了一些误会或是犯错也好，这个主角遭遇的事情，那。所以对我来讲，模仿犯的“犯”这个字是一种不是犯人，不是犯人，不是犯人，对，他是犯错或什么的，对。所以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现在大家都只有看到刚刚短短的预告，就觉得很神秘，因为好像说，那个衣服里面有一个东西在摆动，就伸出来是一个人的手。对，所以你看哦，大家就开始想说，哇，好像很想解密，有没有？很想去看那个正片到底在讲什么，里面到底会演些什么？不过，该他投燃又拱斗，这是高老师构性上改等于是短篇小说的改编，对不对？那个真的好短哦，因为我有去看原著，很短，所以你要跟高老师拿来做改编的时候，听说花了很大的力气。我说的是改编这个过程。对，其实，在看这篇小说的时候，其实一峰老师他的作品其实都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对，他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个故事情节会交代得很清楚，而是有一个画面，或是一很特别的画面，或是很有想象力的场景，这样。这是我在一峰老师他的作品里看到的。那也因为这样，他的想象空间非常多。那我们对他这个短片非常有兴趣，去找他聊，他很愿意让我们就是改编，而且也是蛮放手的，就是也没有插手很多，然后他会跟我们讲，他反而很重要的是跟我们讲这个故事他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我们反而在这一部分沟通的特别多。对，因为如果又肯构性上改走平演艺之地比如像乌鸦勺，就它其实有一些，它有很深层的这种
理念在里面，然后一般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蛮抽象的，就像刚刚导演讲，它不是这么多的细节，所以你改编了其实说你写了11个版，应该说一直改，几乎11次以上这样子。对，我们改了11次，主要也是在故事最早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试着是以女主角的角度视角去来介绍，后来发现说离那个传达我们原本要表达的一些核心，有一些困难，所以又回去找原著这件事，然后发现。反而回到最早的初心，想要表达什么这件事的时候，反而就通了。所以我们最后改成以绿金龟来当主角，这样。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大变动，所以它的版本也是特别会越来越多这样子。是，所以高老师还没看过现在正片还没看过。他还没看过，他只知道大纲。会不会有一点点紧张？如果最后要给高老师看，毕竟高老师是原著嘛，对不对？我说是短篇原著。其实没有我跟他讲过大纲，其实他很喜欢，只是当然还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不知道。就看完之后就是那个导演怎么扁到安庸音这样，可是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创作，因为其实对从音来讲你不应该是跟染豆，他会一直不断的想要修正，你不觉得对创作者来说修正是无止境的？对，反正目前是修正11次。我当时投让在破改时间，其实西建动稿时间很赶，我心里就在想说，如果再给导演1年，应该也是会一直在改，因为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镜头这样子。对，我认为就是在写作这件事，它本身我觉得改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对，那。我反而觉得11次还不够，老实说。是，对，我觉得，可是你知道，这就是创作者永远都觉得时间不够。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踩在一个缘分的时间点。对，这部片我要特别讲一下，台尬该海海公又款斗哈，就是有点K 描。其实导演把它定义成叫做异色喜剧。你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黑色喜剧、异色喜剧，你看你是不是很喜欢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开玩笑，就异色喜剧，导演帮我们解释一下。异色喜剧，其实我是也很喜欢黑色喜剧这类的电影。那纵观那个黑色喜剧现在有的类型，我发现我这部片其实好像用异色来定义比较好。那对我来讲，异色是什么意思？它可能就是有一点古怪的，然后有点格格不入，就是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的这种类型。所以我用异色来讲，我觉得会比较符合这个故事的概念。那喜剧的话，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住户啊，他的行为，他的有一些执着，奇怪的执着，好比说有邻居会一直在乎他自己的袜子怎么少一只这样，其实大家生活中会发现，但我会去把它放大，对，或是怕蟑螂这件事，他会慌张，然后尖叫得跟什么一样，这样就是去放大一些大家心中有生活中一些状况，就把它强调，然后就蛮好玩的，对，就可能有一些荒谬的感觉，对，然后的喜剧吧，对，你看台尬糖头里哈，我们提到，这个金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然后它是一个异色的喜剧，然后你看超现实，对不对？然后风格不太一样，所以你看导演选择呈现的画面，现在大家都想要看大荧幕，对不对？16:9，但导演呢，该可以有光头，该短片台该有发现它是4:3，其实你偷白款填喜剧模方方正正，比较方正的，所以你真的是你整部片都这样呈现呢，对不对？是，因为其实在这个故事，我很希望对我来讲，画面也是非常摄影啊，画面我是非常注重看怎么样去符合这个故事的给人的感觉。那这个故事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题材，那我希望它用一种让大家不会那么习惯的观影的方式去来看。对，那我觉得4:3它就是一个。比较非传统，虽然以前最早电视也是用4:3啊，可是大家回来再看4:3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习惯的感觉。对，那就是目的，这是我的目的。而且我会觉得，其实4:3的构图要好看，因为现在已经习惯16:9的构图，所以对现在要用4:3的构图其实不容易。但是导演的法面费松改降吼，了解你今日老台家要讲改单元，看我台家木只可以下团节目主高子来了。
看那样当一手上手下，算了看到你的嘛个啊。有啥哎？阿样是做唔得咯，我帮人闹。心肚的毛啦，毛了一大块了。你去对面啊，都跟面哪改？กี่ค่อนไงเนี่ย เป็นนายคอนเกณฑ์รถต่างไทยงงป่า 可能家下个短片上会家家都看到大家，所以都在做嘛，家咧新嘅，伊是9拜六，唔得9点时所咧看到咯。咁讲你两段节目当放去做嘅绕墙都系，你嘅五主高峰陪嫁无披甲分呀。大家好，我係黃皮甲，見本動歡喜來到呀。对，每次听佩佳讲客家话，就说为什么给客家话做的工作暗号，而且根本应该这样底。哎，你是海陆腔底的。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然后我外公外婆都是讲海陆客语。对，唔过你周一嘅时间就会讲西烟口。对，所以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辛苦，就是那个老师就说你为什么会一直跑到海陆的腔？但是我不自觉。就是会飘，音会很容易飘到海陆去。我真的是超级惊讶，而且我今天知道佩佳是海陆腔，因为应该也回流 Q， 然后导演也是海陆腔，对不对？我就突然觉得我们3个人是一起的，一国，有一种人不清土情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啦，不要这样嘛，导演那脸一副很不以为然，跟很不认同，怎么了吗？对，我是海陆腔，我是海陆的。你看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佩佳，因为佩佳是绿金龟的模仿犯里面的林茉莉，对不对？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女主角，而且在里面刚刚大家有看到，哇，真跟平常看到佩佳不一样哎，对，就是佩佳在真点，因为佩佳在很多戏里面的样子都不同，可是刚刚在里面有大量跳舞的动作，对，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茉莉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茉莉在里面就是一个现代舞者，然后她现在是在舞团里面工作，所以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现代舞者。哦，对，然后当然她跟她老师之间有一段故事，但是我们是不是不能讲？比较复杂的情感，对，但是好像不能爆雷。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孤独，一个人住在城市里面的一个女生。对，导演听到关键对不对？一个孤独城市女生，对不对？这也是你想呈现一个样貌，就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其中一种人的样貌。对，其实就是他跟男主角他们2个人就像有一个相反、互相对立的一个对照，像这个绿金龟，他就是在模仿人，可是他就有点像想要把自己缩起来，像有壳保护，想要模仿虫，一个人模仿虫这样。对，不过你看，这是刚刚那个佩佳讲茉莉的样子。不过专业的现代舞者在戏里面就要被呈现，我觉得这是演员很困难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要演篮球员，你就要去打篮球。对吧？你总不能不打吧？对。那你今天要演舞者，跟篮球员不打，那你今天演舞者，所以其实有蛮多篇幅你都在跳舞。里面其实有大概应该有2/3林茉莉的戏份都是，不然就是在练舞，不然就是自己在练舞，或者是在舞团里面练舞，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最大的表演呈现。所以哇，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时间有点紧，我们大概就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3到4个礼拜的时间要把这个舞练好。那虽然说我以前是舞蹈系的，就是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真的吗？大家知道吗？你知道他是舞蹈系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对呀，对我也是，所以我很惊讶。因为我是从小大概幼稚园就开始学跳舞，然后就一路都是舞蹈班升学上来的，然后这太令我们觉得太不得了了。对，对不起，然后就即使是这样，但是也已经10几年没有跳了。就是也筋骨硬了啦，意思是这样，而且年纪也有点筋骨硬了，然后可能你的协调性或者是舞感都其实都跑掉了，所以就重新练习。对，
重新练了，好像是1个礼拜以上，对不对？哦，不止，不止。是先从第1个月的时候，我先请我学妹帮我上了几堂课，就是当暖身。然后上那几堂课就觉得哇，我的身体真的不是原本我以为的那个样子了，已经差太多了，所以我就很紧张。我想说哇，怎么办？那我要怎么样呈现一个现代舞者应该有的，不管是他的肢体或是他的体态？对，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次上完1堂课，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脚一踩到那个地板啊，我是从脚底麻上来。哇哦，那就是好像说这辈子都没有做过重训，突然间去上了1个礼拜的重训课，就是10几年没有使用身体，然后再去重新使用，很可怕。对，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这部戏重拾舞蹈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的舞蹈不是只是现代舞而已，它其实这个舞蹈本身跟金龟紧骨哎，它也是跟虫子的就是它的舞蹈的动作跟虫子也有点关系，所以你跳起来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you know， 就是一定要漂亮。其实它有一种蛮特别的舞步，有一点诡异吧，就是那些肢体形态都有一点，其实就是在揣摩虫的样子。对，它底盘要放很低，然后脚要很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底盘放很低是什么意思？对，它最难，就是要在地上有一种爬行。对，我懂，对，就是你的手跟你的脚像虫子一样，对，真的很棒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港海公可能聊出以为冲性类地公，其实佩嘉其实从小就练舞蹈，而且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大量舞蹈的呈现。不过讲到聊台港是为讲其实不足够，对不对？事实上这里面其实台港为地不只是男主角，其实真正主角是那个金龟本人，那个虫子。对，可以这么说吗，导演？对。可以。对，你要不要佩嘉不晓得知道吗？就是你为了那个虫子本身，你经历了很多苦难。对，其实我们影片是在冬天拍，可是绿金龟它是一个夏天才会飞出来的虫子。哦，是这样哦。对，所以我们我不知道哎。你看现场的绿金龟全部都是标本，然后我们那时候用鱼线，想试着用鱼线啊，我们用鱼线，然后磁铁或是用针，或是就是各种方式，我们想让它动的自然，但是都不像，拍起来就很假。你是说你要用线去绑那个标本让它动吗？对啊，要让有一幕爬在你脸上的时候它是假的，可是我们那时候很希望它动这样子，但是后来拍出来效果都没有很好。那我们当下在现场一直就是决定说这一定要不拍，对，所以我们后来很担心，直到就是3月的时候还好。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在网络上，然后任何跟台湾可以买得到顶古味的，不管是社团、昆虫研究、whatever， 全部都联系了。然后那时候全台湾都没有办法买到，后来他们就下重本，突然有一天就好像有人就联络你们说，我这里有5只，是不是这样？对，可是5只你知道吗？是蓝色的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要找绿的，我们要绿色的耶，我们要绿色，用调光去修，结果没想到。真的要决定前，然后又10只蹦出来了，他们就是像春笋一样，就另外一个对，就开始发生。对，你们后来是买到绿的吧？我们后来要绿的，然后有10只，一些10只都是绿的。但是他们拍一拍还没有回本，他就飞走了，是不是？对他们其实就是他们是最大咖的，就是他们会罢工，然后我们全程也要细心照顾他，因为他们在一定的温度，所以我们得放在一个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的地方。然后，给他们的，等于说你要让它动，你也要就是它有些是太活泼，那你就要去喷一点冰的东西让它凉一点。可是有些不动，那你就要去用水果吸。对，就是他们就是非常大牌的，好像昆虫学家哦。对，我看昆虫学家的，对，因为导演真的花了很大篇幅。你看到这个导演跟金龟的战斗，导演要不要聊聊跟佩嘉的合作？可以啊，可是我金龟还想讲。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跟金龟，不是跟人啦。你看这导演，我说你要不要聊聊跟佩嘉说？可是我金龟还没讲完。对他说可以啦，但我金龟还想讲。不是因为这几天，对，因为这几天我们那10只金龟，对，然后我留了2只在家里，还活着，继续养着，对，然后。我差不多等混音完了以后，我就要放生它们，然后我放了好几个礼拜，我看到那个盆子里都没有了，可是
就是因为我们家花园那边就是偶尔就是前几天它还会飞回来，而且我记得那个上面的那个花纹，对，那个绿色的它有那些痘痘，然后我还记得，它还是在飞，它还是会回来这样子，然后我就把果冻就在放外面，就是对，就这样。好感人哦，所以他跟你产生感情哎，他知道你在拍绿金龟的模仿犯，所以我给他取名的，他叫张颖。不是有2只吗？你有跟张颖讲另外一只应该，另外一只可以叫佩佳的。张佩佳回来吃饭了。那个大家可能唔知张颖係你地圖組緊固嘅改男主角改名吼，不過談投入到佩佳用大嘴骨，大家是地條，所以其實非常介有意思，很有動盛氣嘅事情，然後大家都分享，所以大家先聊下，你馬上你等下就嚟講。東方兒就繞牆度投讓到佩佳類的節目地圖，然後大家來講禁錮，感模仿犯，吼，這個真的很特別。導演，那你現在可以聊聊你跟佩佳的合作了吧？可以，就是我跟佩佳合作是那時候第一次在寫這個劇本，第一個腳本就是林茉莉她還是在找那個漏水的那個階段的劇本第一版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想他，可是我們那時候沒有舞蹈這個部分，對，因為就是在看阿修羅的這個的表演的時候，我們非常印象深刻這樣子。那覺得說林茉莉的一個本質就是那種一直排斥或是一直把自己爆開來，然後會有不耐煩、排斥他人這種感覺。我覺得在你的作品裡面有看到，一直想要合作。那就是沒想到劇本改到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需要一個舞蹈。那時候很擔心佩佳不會，沒想到知道說，殊不知他舞蹈系，他從幼稚園就開始緣分啊，這就是緣分，這就是緣分。然後對，然後再等於說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因緣際會緣分，然後我們其實就都很順利，而且佩佳其實很專業，就是我們在現場，其實我原本擔心他舞蹈會不會怎麼樣，可是其實他真的就像你剛剛說的，就是完全把它融入骨子，我只要在乎的是你的情感、你的表演還有眼神，對，所以他在片場就是讓我有一種就是安全感，哇，對。我覺得我俗氣一點好了。那時候導演跟我們講說要找佩佳，說我們說真的嗎？他這麼紅，對不對？什麼意思？意思就是很忙，一定是，而且然後後來說，可是佩佳願意，而且佩佳蠻喜歡這個角色，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很開心，我們說哇太棒了這樣子，而且後來真的後來才知道，又是佩佳很會，就是有舞蹈底子，我們就覺得對，因為剛才那個蟲底盤要放很低，說真心的，我覺得一般人會太辛苦。我覺得如果完全沒有舞蹈底子的人來，真的會蠻辛苦，非常吃力。對，因為我有看到那個舞蹈動作嘛，真的很難。他不是在耍花槍，是真的在跳哈。哇，你改 Q 期沒有款播出就會知道了哈。不過也因為這部戲，其實之前佩佳在演客台的台北歌手給師姐，其實他嘎巴就跟我親後，然後在這邊等於是又再一次。扎過魚白，就是再把客語又重新練了一遍。我先講個小插曲，就是我們的男主角張穎，這綠金龜以外的第2個男主角張穎，他本身客語很好啊。我那天遇到他，我就跟他說：“張穎，我說我們當時覺得你就是客語擔當，你超棒，在這部戲。”他客語有很好嗎？他客語很好，真的假的？可是你知道他回我什麼嗎？沒辦法看到。對，他回我什麼？他說：“可是我裡面沒台詞對，他說，對，他說我只有6句，他說而且。”我還要講不標準的課，哈嘎發，對，所以就變成佩佳，就變成我們的客語擔當了。沒有，還有阿山伯啊。哦，對，阿山伯也是客語超好，所以佩佳在裡面幾乎是全客語，你等於是再練習了一次客語，哈嘎發。但是因為這個戲我的台詞真的也不多，這戲真的台詞真的對，這個戲，所以整部戲台詞不多，對，是這樣嗎？對啊，對，是一種意境。對，是一種氛圍，是一種氛圍。對，好，問一下哈，有沒有那個拍戲的這個狗昌地圖，覺得讓你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狗是嗎？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印象很深刻。我馬上想到就是
张颖他会学狗叫，还有一次，对，他很奇怪，他明明就是演一只顶骨味，但是他一直在现场给我学黄金猎犬，一直边对。那结果你们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张颖是不是？就是顶骨味。其实他有跟我私底下讲，就是他是一种想要让自己放开，比较不会，就是让他在镜头前可以完美呈现这个角色的一种方法，这样子。对，让他自己觉得像个不一样的感觉，这样。那佩嘉嘞？皮嘎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主要是导演拍摄的手法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没关系，你可以借我今天好好说。因为真的很像在做一个，就是很像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创作的那个感觉，而不是只是我今天是演员，我就来演戏，然后可能都是很一般的电视剧拍摄，可能都是比较制式化的，比较没有那么有艺术创作的那一种氛围。可是这一次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对。所以也给演员很大的空间，非常大的空间。就一起聊这个角色，然后他有什么想法，或是在现场，如果他有一些，我喜欢他尝试看看不同这种方向的表演，就是我就会说，你可以这个版本不是不好，那我们再换一个版，就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就是选择性以外，也可以让佩嘉他可以更自在的，比如说今天其实我喜欢 A 版本，可是我把它分散，他表演 B 版本，他就不会对 A 版本有太多的执着，这样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很棒哎，我觉得真的跟每一个就是跟不同的导演工作，就每个演员都是一个不同的经历，除了你经历角色，你也经历了导演不同的工作模式。哇，我没有想到佩嘉会说印象深刻的事情是这种工作模式的，我以为又会说出张颖，因为我也觉得张颖在里面常常让我印象深刻。他就是很调皮啦，这些。对，他应该耳朵很痒，因为他今天没有来，但我们一直在聊他。对，不过呢，我们来上福气来都有一个这个。这个台尬低吼，又不会讲，就是这个题目其实南美黑点还有张款斗，然后你们都不知道，那就是不能想很久。好，然后你们就我问完之后，我们就快速回答这样子，可以哈？好哦。对，神仙。一起还是都可以一起一起。请问一下，导演先哈，导演你最害怕的昆虫是什么？蟑螂。佩嘉。好像没有。想改蚊子。你想改蚊子？好，蚊子可以没有？我好像没有很怕昆虫你看，对啊，你不怕蟑螂吗？不怕，我会打。早知道那一幕给你打蟑螂那个，我就是要他克服他的恐惧啊！因为大家就想说，这什么意思哦？台尬款片子地毒又打蟑螂的喜家这样子，对嘛哈？好。那问第二题，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变成昆虫，你会想要变成什么？导演先。蝴蝶。我也想变蝴蝶。跟我一样。为什么？因为不用活很久啊。这答案超酷的。蝴蝶寿命很短啊，但是很漂亮。对啊，而且很浪漫的感觉，它好像灵魂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像烟火一样很短暂的绽放，像梦一样。我觉得哇，我觉得有话快快说，常常会问来宾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是我们常常问题都乱问，但就是类似这样，可是都会听到来宾回答我们完全超乎想象的答案。像他刚刚就会说，因为他寿命很短，你知道这真的很棒哎。好，我要再问一个。佩嘉好，如果说有一部戏里面就是需要全部讲客语，或者是需要跳舞，你只能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这不是死亡之题吗？死亡之题耶！我觉得我选讲客语好了。对，哇，好感人哦！因为我觉得我身体还是持续在退化，我不敢说我还跳得动，很棒哦，懂得非常好。好的，你看，再来哈，就是在剧中哈，在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偏执或是小怪癖，里面哈，要不要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怪癖？不是剧中的，就是你现实生活中对个人小怪癖。你有什么小怪癖吗？我很喜欢抓痒，就是会一直抠，一直抠。因为性皮肤炎。不
是就是有时候紧张的时候，或是就是会一直这样子去乱抓，然后就常常会不小心流血这样。是，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单元好有趣，会知道这算。一打一某。对。我好像会很执着在东西一定要放在属于它的位置啊，就林茉莉呀对对，是吗？对啊，对。但是我没有洁癖哦，就是我不会特别爱干净，可是我只是觉得东西就一定要放在那个位置，每个人都有他的专属的位置，所以你家一定很整齐。没有很整齐，都是东西还是很多，但是都在他们该在的位置上。我强迫症吗？这是一种强迫症吗？没有，还没有到强迫症，这还没到，对，这还没有到，等一下，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对，我觉得真的很好玩。这个航白聊到淡烟，走得出20题嘛？我想问20题，会知道很多秘密。那个时间的最后哈，可不可以请2位帮我宣传一下？紧箍给模仿犯俩出题好不好？导演先。好，不能讲很久哦。不能好。还规定导演不能讲很久。4月29号晚上9点，记得收看金龟的莫凤帆，耶，棒棒！金龟莫凤帆。那玉佳，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现在生活在都市里面的每一个人看了之后都可以有共鸣的故事。那就希望大家可以锁定4月29号晚上周六晚上9点，金龟的莫凤帆，耶！感谢哇！所以吼，你乡亲朋友会记得咯吼，新年是986，我们都9点天才收看咯。天天下来咧，你咧做认同咧。好看福喜类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嘅面书咧кин站哦，还有填入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留2支影片分享出去哦。